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台视11点台记新闻，我是郭义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现场上新的消息。这是桃园龙潭一间客家，今仔日早起时7点钟，向无张无伫火烧厝。消防队接到报案了后，赶来到现场，卡手真紧，6分钟内就甲火拍花。为厝内救4个大人，2个囡仔出来，家在拢小可砸着伤领领，头壳也阁真清楚，互人送去国军病院进一步来治疗。初步判断讲，可能是为1楼灶骹倒起来，可能是用到烘烧、烧拍电，才会引起火烧厝的意外。搁再来关心现场上新的消息，开20多档，伫咧家人会当讲是上界大的大卖场，当地市大卖场，明年新历2月18号就要收起来，伫咧新历的2月28就完全会搬走。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戴新美来采咱了解。新美。好，主播，基隆东地市大卖场将在农历过年后2月18号熄灯，2月28号全面撤离。这是基隆最大最久的量贩店，经营了20多年。那么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证实，日前业者已经向市府申请大量解雇员工136人，2月会分为3梯次资遣。目前劳资协商顺利，市府会保障劳工权益。但来看稍早访问，那这个整个协商的一个条件不能够低于劳基法里面的规定。不能低于劳基法的标准。那所以说，他协商的资料也送到我们这边来。那我们现在在针对这个资料来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个审定。那如果是合意的话，那当然就没有问题。那么基隆市长林右昌表示，现代人消费形态大幅改变，大型电商出现，很多商品在网络上就可以完成购买，这是全球消费模式及商业经营模式的改变。传统的实体店面要怎么存活下去，是经济转型的重要课题。以上就是为你掌握的最新资讯。多谢新媒带咱了解现场上新的情形，同款嘛是社会事要来关心，这是新北市三零堡半暝发生一件讨钱杀人的纠纷。一个43岁姓柯的查甫人借钱唔还，23岁债主找3个朋友伫咧因兜附近要等伊，双方冤家路头的 QQ 拉拉，其中一个人举小机刀啊，杀欠钱的查甫人，倒手手骨，互人堵3刀，赶紧塞车也无人讲。停车场内底吵吵闹闹，看到白色的轿车驶过来，手提棍的查甫人赶紧坐车离开。后壁被害者一路一直喐一直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警察接到报案来现场，还未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代志。白色的轿车就趁机回来走去。那2个砍你的，你认识吗？不认识。不认识，他们有3个人哦。加他3个。4个。因为刚才隔壁有那个，我赶快叫他报警。40岁姓柯的被害者，一个人家己去互4个歹人来攻击，动手的3个人走去，敢若剩主嫌未负选去互掠到，警察初步调查。两边若像是因为债务才会拍起来。26号半暝1点外，两边伫遮冤家相拍，警察追查，原来去互杀的查甫人，10月份的时阵，甲总机社的前同事借192万来投资人骨塔，毋过借钱了后，煞敢若还12万，就找无人。债主甲警察报案亲接，毋过家己私底下佫找3个人来甲伊讨销。他欠我钱啊！那这车顶了给我嘛？没有，他欠我钱啊！我不知道怎么会砍。他们说要把我押走啊！同一个行业进前阁是同事，即摆为着180万的债务来动手，警察即摆掠着主嫌，尾仔会阁继续追查其他的共犯。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新竹市发生货柜车掉入咧地下道进无步提无路，一架大型的货柜车经过新竹市西大路的时，无注意到地下道的宽度袂当超过4.5公尺，直接船驶入去掉入咧地下道袂顶袂当。新竹市公务处讲会赶紧来检查条仔敢有互伊弄歹，详细情形嘛要提醒大家，假使若是赛车经过，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一台拖拉库款驶落去地下道，想袂到准备要驶出去的时阵，因为车伤悬驶袂出去，当场掉伫遐无法度叮当。代志发生伫这个月26号，新竹市西大路的一个地下道，有一台拖拉库无注意到边仔有宽度限制4.5公尺的告示牌啊，直接驶落去，结果还家己掉伫地下道。这一辆这个货柜车大概已经超出了市民，我猜应该是外地来的。新竹的这个地下道已经有30-40年的历史啊，过去毋捌发生过这种代志。市政府嘛早就有公告，大台拖拉库敢若会当驶外围的道路，
要使市区地下道拢爱先申请，这个可能是因为驾驶对路草无熟，才会驶落去。已经造成这样的事件，那我们也会赶快去勘察这个梁有没有受到损害，有没有结构的安全的问题。公务局呼吁驾驶经过地下道的时阵，一定要注意边仔关道限制牌啊，千万唔通直接驶落去，那么唔奈害家己掉伫遐，卖造成别个驾驶的无方便。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指南宫的猪年之母元旦才要开始上市，还未开始上场，就已经有人伫咧放啊！有人伫咧拍卖网站看摄到放指南宫的之母一套卖35，猪年之母根本就还未开始公开，随后警察注意到，12月底这几天来到一个小型的嫌疑犯伫咧台北的徛假钞，拢总超到83套放的之母，其实算的这钱嘛不过敢若2-3万块，却因为违法，互警察依照违反商标法移送台北地检署来侦办。南投指南宫的钱母即马当称，进前一个网络拍卖出现猪年的钱母，一套2色爱35，民众拢真介意。不过有人讲，2019年就还未到，哪会提早卖？卖的人讲，这是为香港查回来的。不过警察则无遐好骗，因为因拢是仿的。网络警察伫咧查的时阵，发现姓黄的犯人伫咧网络拍卖卖仿的指南宫钱母来趁垃圾钱。伫咧12月底，伫伊台北大的所在抄到物件。查扣仿冒指南宫招财钱母，计有83套之多。全案依仿冒商标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自较早甲当拢同款的正面，倒边是正品，正边是仿的，大细字无同，花草嘛无同，积水嘛无同款。若是甲并过来差佫较济，正版的用字甲花草看起来拢较幼。指南宫的节目我是元月1号元旦那天才会正式发行出来。网络买的那个没有经过指南宫、土地公、土地婆的加持，那个没有效果的。庙的人讲，唔若排队领钱母，民众嘛会使捐费捐发票来提钱母，嘛提醒大家千万唔通买着仿的。即届即个有心的人，甲脑筋动起钱母，恐惊垃圾钱摕无，就去食家乐饭。记者综合报道。介绍影继续要来看到，这是民国108年海军公益的抗日斗阵历日，嘛已经正式公开开始卖。这届海军特别邀请浦园的篮球队和南美国桃园野球队做伙去，两队的队员拢学到咱国军的战力实在有够强。这一届抗日斗阵的历日，上届遐捌的就是海军的小校郭以力，今年才31岁尔尔，汉草真好，和电影名册周游玲生做真共。1、2、3。浦园篮球队、南美国桃园野球队，甲海军的阿兵哥排一排，替108年公益历日2月活动做宣传。我们主要是以我们海军勇敢健役来结合职业球员的健康阳光的形象。公益历日内底唔但有海军阿兵哥的相片，这回司令部佮专工邀请浦园篮球队甲南美国桃园野球队做伙来翕历日。看到应该有10来艘吧，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国军的军舰战力其实非常丰沛的啊。上去军舰吧，就是那一艘我们台湾1万多吨的那一艘船上，看起来蛮震撼的。想到去船顶的情形，两个人对国军的战力拢足学到的。佮看卖啊，历日内底徛伫上头前的小校郭以力，看起来嘛甲一个名气生甲足共的。有人说我长得像曹佑宁。搬电影卡喏红起来周游玲足缘投的，今年31岁，汉草真好的郭以力，生做甲伊有影是真成。伊目前伫海龙唱水南顶的服务，对会当翕历日唔若感觉真荣幸，嘛希望会当邀请大家做回来做公益。记者综合报道。赶紧带大家关心现场上新的画面，这是台东的林管处特遣队伫咧调查树林资源的时，无行过去的旧路，来到双轨湖山区，这一届是行新路，行几落工的时间，嘛发觉到一片上千年红松湖树林，也就是ヒノキ，其中上界大丛的树啊，树棵都爱10个人才有才调解围起来。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洪泽银来传咱了解。泽银。好，主播各位观众，透过台通林管处提供的画面，可以看到空白机镜头下茂密的森林群。林管处特遣队呢是从直升机上下降到深入到山区做森林资源的调查。而这次经过好几天的跋山涉水，是发现了一片千年红块原始森林，甚至呢在森林中是发现一棵直径超过4.8米的块木。先让我们听一段稍早访问。尾湖下方，我们发现在大埔山
湾的一个区域范围，我们发现了一大群的一个红块的原始林。那这些原始林其实都还蛮巨大的，大概有100多棵以上的那个连续的一个巨木，那大概平均有40棵都超过1米以上，所以甚至有一株啊就超过单株直径就超过4.8米，然后高度也超过50公尺以上。台东林管处每5年会进行一次中央山脉森林资源调查。日前派遣队特别摒弃了以往的路线，深入大虎山附近的双鬼湖区，翻山越岭，经过5天的徒步勘察，才终于发现这一片1000年原始森林。而这次呢，因为要进入杳无人烟的地带，山路相当难行，所以还有派出直升机让特遣队空降山区。根据队员的转述，因为现场的环境是相当原始，所以他们几乎是抱着要活着出去的心态在进行探勘。除了要溯溪攀爬，更有团员经历腹泻、抽筋等问题，但一切的辛苦都在看到这片原始森林时得到慰藉，也誓言要好好守护这片美丽森林。以上是为你找到的资讯。多谢谢因带咱了解现场上新的情形，同款嘛是上新的现场画面，要来关心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为了拼经济，话讲要开放大陆资金会当投资高雄的房地产，引起有人恶恼，有人看唔好，更加有人真烦恼。烦恼讲厝价敢会愈花愈悬。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日立法院有上新的回应，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李永平带咱了解。永平。好的，主播各位观众，高雄市长韩国瑜上任后喊出希望开放陆资来买卖高雄的房地产，振兴高雄的经济，并且喊出接受9·2共识。不过这让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有一点不满，他呛说呢，其实扁政府跟马政府时期都已经开放陆资买卖房地产了，要韩国瑜先了解相关规范再来说。对不起哦，这个陆资开放来台投资房地产，在扁政府的时候就已经开放了哈，那后续马政府也有开放的啊，所以过去一段时间，高雄的陆资买的房地产，在整个我们台湾的已经也是2成多了，所以我在这里呼吁说，各位新上任的这个县市长啊，地方的首长啊，对两岸的事务，请先多了解了解。那我们也准备等他们上任嘛，我们现在也是积极安排。都到各县市去拜访。蓝营9合1大选后取得了15个县市的执政权，这让陆委会呢也上紧发条，因为他们纷纷喊出了接受9·2共识，西进大陆。那陆委会呢其实也安排了相关首长在近期内都会去拜访地方县市进行沟通。以上现场详细情形，主播。多谢影评带咱了解现场上新的情形，继续要来关心同款嘛是现主席上新的画面。台北市长郭文哲下午要去台北市市政府上班进前，针对2020年敢要选总统，伊讲到即马依照台湾的宪政制度，伊的意愿无讲真权，来听伊上新的讲法。你现在在储备能量吗？储备，我们不是每天都在储备能量吗？还是哦，所以你现在储备能量？不是的，我跟你讲哦，我。第一次讲的话最准嘛，明年6月以后再问我嘛，就是好，谢谢。行政院会讲，大家小心，大家讲什么？我们今天都不会讲话。陈景峻如果选3重的立委，你会支持他吗？他选的话，他如果选，我们当然会支持他。好来，会帮他站台。看站到什么程度来。好，苏贞昌要接阁揆，会不会觉得是民进党没人了？没有啊，昨天我才在问哦，从2000年到现在哦，18年。超过18年半嘛，哈，从2000年阿扁那次，我们台湾的行政院长，我说那个赖清德是第几任？13任还是14任？我算一算哦，这个就是我们，其实这以前林作水讲过，不到平均1.3年换一个行政院长，这样一定做不好事的。这个整个宪政的这种架构真的大有问题。我觉得过去20年，台湾在政治上哦，会行政效率低落了哦，还有整个怎么讲？这种因为就我自己当台北市长的经验，坦白讲，第1年也是乱当的，要到第3年才特别，当然我是新人啊，到第3年、第4年才说比较很稳定的在推政策，在走。那同样道理，如果一个台北市都需要时间去熟悉，那到行政院这种全台湾的哦。你没有花1年，恐怕都还没搞清楚状况。那所以特别是，除非你说一开始就什么行政院副院长啊，这种有计划的栽培这样，
一般如果说，就算以我为例，如果突然跳去当行政院长，保证前1年也是搞不清楚状况。那所以如果搞清楚状况又要换人，所以这是为什么过去20年来，台湾整个中央政府看不出有一个很有效的政策，那政策换来换去。其实林卓水关于这个有写过很多文章，你们去读一读，那个是台湾宪政危机啊，所以明白讲了，台湾这种宪政制度，谁来当总统都一样做不好。所以你能做好吗？所以本人意愿不高，就是这样。你怎么储备能量？好，拄则听到就是台北市长郭文哲伊上新的讲法，继续要来关心，这是南投一间菜馆行10月开1亿1300万的头奖，让2个月了后，这个中头奖的人已经出面，伊讲要送予这间菜馆行一个行动无方便的员工260万的红包，互伊会当买一台高级的旅行车。这嘛是规台湾头一届有人中大奖，指定要送予红包予这个菜馆行的员工，互这个员工当然笑甲嘴里塞塞。拍开卖车的网站一直看，菜馆行的员工真欢喜，因为年底就要到啊，而且伊嘛得到有史以来上大的年底红包。今年10月份，南投这间菜馆行开到头奖1亿1300万，菜馆行的人拢真欢喜，放炮来庆祝。不过过2个月了，这个头彩的人包266万的大红包，要予心心奖的员工买新车，是有史以来上大包的。另外包下说那个是得主要送车子的，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两个东西呀。原来是中头彩的人是这间菜馆行的老主顾，拢会固定买菜馆来试看卖。甲店员伫开讲的过程，知影讲因为心心障碍交通无方便，伊的愿望是会当欠钱买一台旅行车。中头奖了后，伊才会决定讲要送200多万的红包。另外，伊嘛阁包一个6万块，要予菜馆行来办茶会，好好庆祝一下。根据了解，这中头彩的人除了有送红包以外，嘛开280万予草屯消防队来买新的救护车，阁有100万指定要捐予台湾要求基金会。真好运去得奖嘛，真大方来分享，互收到车的员工真正是足感动的。记者综合报道。伯伯嘛是希望大家当做伙来分享，这是台中市警察局2018年破真济大案件。局长是个人面册不闪时，就会当看到警察伫咧抓歹人的画面。为了要回报这支持者，警察局办一个抽奖的活动，网友会当将上喜欢的影片含主题、网络地址甲 copy 落来，就有机会会当抽到限量的一领衫。一寡网友看到这个衫，拢讲真喜欢，拢直接讲想要用买。警察甲门弄开，冲入去，诈骗集团的人困到一半，惊甲精神，全部拢互抓起来。警察伫街仔路抓卖毒集团，尾后顺利甲犯人铐起来。阁有伫银行内底阻挡互爱情骗子骗去的查某人汇款，这3支影片你上介意倒一支？为着照顾民众，顺续推广反毒防诈骗的观念，民众去局长室的人面前示赞，佮将影片的标题 copy 落来，标注一个好朋友，就有机会会当抽到像安尼有假帽仔衫佮纪念帽仔。那下面这一串英文呢，它其实是勇者无惧的英文翻过来这样子。那象征说我们在街头上面为民众守护治安、维护交通，我们是抱着一颗正义、勇敢的心在帮大家服务。55份礼物限量 T 恤，拢敢若台中市警察局有人烦恼抽袂到，就讲想要直接买，民众的反应遮尔好，嘛，互警察局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大家反应真好，下礼拜就要迎接元旦，元旦这天维也纳爱乐，当年拢会办场面真大音乐会。咱台视已经小连续第17年，独家摕到201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转播权。到时阵会伫咧维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有国立故宫南面现场转播。元旦这一天，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这一场音乐的盛会。真有名的交响乐团维也纳爱乐，一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搁要来甲观众见面啊！但是公司连续17年独家摕到转播权，原来迄天暗时6点15分开始到8点50分会现场转播音乐会，卖伫故宫南面斗大型的银幕，提供予现场民众做伙来听，卖安排表演，邀请民众来体验好听的古典音乐。故
强南伊今年伫外口刷去大厅来转播，元旦迄天规工免开一馆，休困的时间嘛延到暗时9点。若是较早来参加音乐会的民众，唔有礼物甲点心，还有小付费的球茶。故宫南院最具有特色的一个大厅，它是挑高20公尺，将近6层楼高，大概有400平，是一个非常棒的当代建筑空间。无论是在大厅欣赏，还是伫厝看转播，要邀请民众哪听音乐，哪甲全世界做伙迎接充满希望的2019年。记者综合报道。关警察带来关心片主席上新的现场消息，民进党立法委员高志平因为牵涉到惊后门，互法院判刑4当6个月，体罚公权4年已经确定。下早入立法院开记者会来说明规个情形，带大家看现场上新的画面。这应该是我在立法院的最后一次记者会，没想到最后一次记者会应该是对媒体朋友最多的一次了哈。也感谢我立法院的这些好同事，这个时候来声援我。昨天我才知道，最高法院驳回我的上诉。用贪污治罪条例图利罪判处4年半的徒刑。这个案子已经11年了，那就原审跟2审的判决，原本我们认为他应该要被驳回，因为整件案子宛如一场闹剧。我的助理自己去跟人家约了200万的酬劳，但是只给我50万。我那时候开玩笑说，未来如果我要应征助理，应该会很多人要来应征，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工作，可以自己拿那么多钱，出了事还可以推给老板，改做污点证人以后，就可以变成没事。反而助理索贿，然后老板要坐牢。不合理的地方在于，如果是之前约定的酬劳，怎么会是在隔了很久之后，因为我要选举，这个助理可能良心发现，才拿了其中的50万给我的助理，说是有人要捐款。不合理的是，从头到尾我跟对方也不认识，也没见面，也没谈过。在协调会的时候，都会只是请官员要依法办理，其实只是想让当事人有机会可以来争取而已。有时候甚至是到场致个意我就走了。这些不合理的地方，最高法院都没有采取，所以有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判决。作为法律人，我们当然要选择面对，所以我会提取一切可能争取我的清白这样的各种途径。11月24号，民进党打了一场败仗，打了败仗就会有战犯，就有人得当战俘。但是为了让三重可以早一日有新好立委，也为了不要影响民进党，我在这边宣布，即日起辞去立法委员以及民进党中常委的职务。我会专心的来在争取清白的这个战场上面继续的迎战。我们是说要提非常上诉这些，非常上诉再审都会提。
好，拄则大家听到就是高志平，伊讲已经成是立法委员这个职务。再来，外国大代志要来关心意大利埃德纳火山，这几天又搁爆发几落解，影响变作是发生瑞士规模4.8地动。地动的震源深度敢若1公里尔，引起真侪厝拢歹去，民众都爱屈伫咧街仔路，因为路又搁在必顺，一寡路都爱封起来。即嘛知影讲上少有30个人受伤。地动了后，住体内部的壁拢落落来，土水甲落甲规世界。消防人员接到报案来厝内底评估灾害状况。这个地动发生伫意大利当地时间26号半暝3点19分，规模有4.8，震央伫西西里岛东部卡塔尼亚北边。厝的壁规个倒去，停伫路边的车嘛去扫着风台尾，一座高长的外壁嘛互震甲密密茂茂，路嘛闭起，互一部分的公路封起来，而且还有一寡民众因为厝歹去爱住伫街仔路，政府嘛紧急设避难所，互民众来使用。若是地动发生的原因，甲附近的埃德纳火山有关系。Le 9 abbiamo iniziato a registrare uno sciame sismico. 埃德纳火山24号爆炸了后，附近就一直地动，火山就沿山坡地流落来，火山灰嘛去影响到飞行安全。政府佮甲西西里岛的机场关起来。Perché non ci dicevano niente, c'era anche l'eventualità di non partire. 埃德纳火山会使讲是欧洲上活动的火山，过去2700年以来爆炸几落解，最近一届爆炸是伫2017年的春天，这个爆炸嘛，互当地民众心惊惊。记者综合报道。科技愈来愈进步，要飞天撞地嘛，毋是无可能。美国有一个53岁冒险家，伊有法度走入去8376公尺的海底，这嘛是头一个会当入去大西洋上深海底的人。原来伊坐一只开15亿台票做的畅水船，计划去世界5大海沟佚佗。21号已经到头一站，也就是大西洋上深的所在——波多黎各海沟。接来要搁再挑战4个所在。大海到底有偌深？世界上上悬海拔8000多公尺的新武峰，已经有几落千人顺利去过啊。不过大海上深的所在却无人去过。美国53岁花女假投资人兼冒险家威斯科厄，进前成为全世界头一个落去到大西洋上深的所在的人。Extremely excited. It's the first time I've gone in the submarine and dived in it. It does dive, but going to the 5 deeps is absolutely going to happen. 威斯科厄甲英国海洋生态学家杰米森博士进行一个去5大上深的所在冒险的计划，坐一台4800万美金、超大票15亿的畅水艦，去全世界5大海沟冒险。21号落去到海面下骹8376公尺的所在，到头一站大西洋上深的波多黎各海沟。425 meters. Sounds like they're sticking to the dive plan. 超过10栋的畅水艦，有9公分高的钛合金的外壳，降落去到11公里深的所在，可会当适应深海压力。内面会用的坐2个人，空气会用的当4天，佮有紧急导升的系统。Like at the bottom, it's 800 times the pressure at sea level. Yeah. And that will crush you in a second. 接落来，应该要去南大西洋、印度的海沟，佮伫北太平洋，全世界上深，超11000公尺深的马里亚纳海沟。上尾一站是伫环境上复杂的北极海的莫洛伊海沟，用行动来证明家己。目标是成为一个全世界拢无人会当甲伊比拼的冒险家。记者综合报道。大自然千变万化，所以要来看到意大利一个摄影师来到阿根廷的冰河国家公园佚佗，拄啊好去翕到冰山伫咧水底冰面的画面，规个看起来变做空色的光，真迷人。到底是安怎会变做空色？原来这就是因为日头光照的时，能量较低，红光会互水分子吸收，若是能量较悬的光，就会通过冰山，就会变做安尼。冰山伫水底冰，声音足大，刷落来，大家就看到冰山下骹的部分，规个拢是蓝色的，真正水甲会得志。一个意大利的摄影师进前去阿根廷的冰川国家公园坐观光船的时阵，真好运翕到这段冰山伫水内底冰的画面。È una cosa molto rara, sono stato molto fortunato, soprattutto la fortuna di avere la fotocamera in mano e iniziare la ripresa prima che si girasse, così potete vedere la transizione. 冰山为冰河分开了后，因为水底部分会扬甲较紧，所以重心会一直变，互冰山伫水内底冰。不过一粒冰山普通拢爱几6个月才会冰一解，啊是安怎？细甲冰角毋是白色的，就是通光的。啊冰山甲冰河煞是蓝色的，成分明明共款，色水煞差遮济，这就要为水分子会吸收日头光的特性来解说。As white light passes through the glacier, red and orange frequencies are just right to be absorbed by the water molecules, and they start vibrating. And all the other light that passes through leaves us with this beautiful blue color.
原来能量较低的红光会互水分子吸收，能量较悬的蓝光会通过冰山，白色的日头光照落去，红光无去啊，干那蓝光会留落来。不过水分子吸收红光的能力嘛无讲真强，要有真高的冰才有法度甲红光拢吸收。这就是安怎细粒的冰甲明明是通光的，不过冰山甲冰河看起来却是哪些个原因？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大陆太空科技嘛愈来愈进步，要入到美国、俄罗斯也有日本这先进的国家。大陆官方扩大应用的范围，即阵啊伫咧做保育动物的工作，要甲一寡绝种的华南虎 DNA 送到外太空保存。所有人闹开讲有可能会制造更加侪太空粪扫，辐射嘛有可能伤害到微团的物质。中国的中正11号载火箭22号发射，这届任务真特别，要把华南虎的 DNA 送去太空保存，避免华南虎断种。搭载广州动物园华南虎 DNA 干粉，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华南虎是中国的特有种，真珍贵。不过过去200年，中国一直有人为着做中药甲保护农业，杀华南虎。动物专家嘛怀疑，野生的华南虎已经断种啊，今麦看到的拢是人饲的。这次保存研究的华南虎基因样本，采自广州动物园成年雄性华南虎康康。中国的太空科技真发达，之前配合动物保育，甲广州动物园的华南虎 DNA、甲金丝猴、长手猴、牛啊、黄豆啊，这重要的物种的基因送去太空保存。这标志着华南虎种质资源成功在太空保存研究。科学界嘛有无同的看法，反对的人认为太空的宇宙射线真强，对微团物质有可能会造成伤害。阁有地 DNA 管啊到底有安全无？回收的成本贵也俗，敢会当阁利用？问题真多。若是无阁较暂时的规划，甲华南虎的 DNA 送去太空，尾啊可能嘛干那会变做太空粪扫。记者综合报道。业界人生、业界消息，要来关心足马感的艺人凯乐，搁一摆上咱台视2019超级巨星红白20大奖，伊放刁讲一定要互小巨蛋的现场闹热甲变过。即阵啊，拄杀上新歌，也就是《恋爱树冷糖》MV 上市一礼拜，超过900万的人次点入去看。伊讲即届一定会替红白表演上界精彩节目。艺人凯乐伫台顶跳椅仔舞，看起来真妖娇，大家感觉会记得这是伊伫台视2018年超级巨星艺人红白大奖的特别表演，观众拢真介意。这届凯乐嘛杀新的歌曲《恋爱泡泡糖》，MV 打杀出来一礼拜，已经超过100万的人来收看。大家头家罗志祥做伙摕到第52届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的凯乐，这届嘛，佮互邀请来参加台视2019超级巨星红白艺人大奖。伊讲伊要甲气氛炒甲实在噗噗，佮会特别替红白舞台做一个上厉害的表演。我要保持同等乐观，未来的恋人你听到吗？记得每天都要说声嘿。肉感的舞步、甜蜜的情歌，凯乐的变化真多。要伫2019超级巨星红白艺人大奖，互大家有一个闹热滚滚的新年。记者综合报道。这是免费子宫头癌的疫苗，基隆市亚头期开始做。卫福部今年提供公费预防子宫头癌的 HPV 疫苗，对象就是现主时读高中1年、2年的查某学生。规台湾算的差不多10万人拢会当做。基隆市亚头期2月25号伫成功国中开始做，若其他的县市都要等到明年。为着预防子宫癌，真侪人拢会家己开钱去病医做疫苗。卫福部今年有提供公费 HPV 疫苗，互人做。提供的对象是目前国中1年甲2年的查某学生。基隆市过去无公费补助，卫福部今年就先安排做疫苗。25号伫成功国中开始做，预计有3000外国中1年甲2年的查某学生会做到。其实预防子宫癌的 HPV 疫苗，伫2006年杀出来了后，全世界已经有超过90个国家咧执行啊。卫福部建议，甲 HPV 疫苗加入去国家级做疫苗计划内底，疫苗经过严格安全性试验评估，对预防子宫癌是上简单、上有效的办法。这个疫苗可以降低子宫颈癌的风险，达到90%以上。卫福部预计要做的 HPV 疫苗有2档，明年4月15号进前做头1档，第2档会伫10月15号进前全部做完。
施打当天你有不舒服，那你有感冒，或是你有什么样的状况没办法施打的时候，我们后续会有一些补接种的医疗院所来进行施打。不过卫生局提醒 ，HPV 疫苗敢若当降低着感的几率，唔是自落去就保证拢袂着感。建议30岁唔是在世的查某人，也是爱定期去做子宫头抹片检查，才是上保险的。记者综合报道。接着来到新闻的现场，上新的画面赶紧带大家关心绿岛新上任的市长，今仔日早起时拢做伙参加行政院宴会，内底咱就看到韩国瑜、侯友宜、郭文德在内，拄只宴会开煞，现场情形啥款？赶紧连线记者吴品玲来带咱了解。品玲。好，各位观众，持续带您关心到行政院目前的最新情况。行政院在今天呢举行与6都市长的院会，包含无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以及国民党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新北市长的侯友宜。另外呢，民进党部分则由桃园市长郑文灿以及呢台南市长黄伟哲，他们6都的市长都是亲自来出席院会的。而这个院会呢，从早上9点半一路开到是11点多才结束。是比预计还晚了大约20分钟。不过呢，6都首长原本是预计说可能会在会后来统一受访。不过呢，6都市长是在院会结束之后，陆陆续续的就在门口直接上了坐车。而台北市长柯文哲呢是率先离开的，接着3位国民党的市长呢在门口先聊天了一下之后，他们就分别上车，并没有接受会后的访问。不过根据了解呢，6都市长在这次行政院的院会是要来向中央争取款项，希望可以协助争取呢地方的一些建设的经费。而韩国瑜也说，因为高雄实在没钱，所以今天一定要亲自来向一些行政院的官员们呢来争取这样的经费来协助建设。而且呢，他昨天晚上呢就已经搭乘高铁来到台北，就是希望可以全力做准备。另外备受关注的就是，这也是柯文哲与韩国瑜在选举之后2个人首次的见面，是否2个人呢会有谈话或是一些合作的机会呢？外界也都是非常的关注。柯文哲虽然之前说他没有特别的想法，不过他也说今天可能会向韩国瑜亲自来邀请2个人的合作，因此呢，外界也都是非常关注的。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 Pony 主播。好，多谢品玲带咱了解现场上新的情形。继续过来关心泰国一对双生仔，这是一对兄妹仔。这阵啊，拄完成一场婚礼。原来因的爸母认为讲，因顶4人应该是一对男女朋友。爸母假使若是无提早替因完婚，厝就会拍赤水，就有歹运。不过大家免烦恼，这是干那仪式尔尔。大汉了后，也是会当男婚女嫁，找家己的对象完成终身大事。看起来歹势的查某囡仔，甲查甫囡仔戴手指，规场婚礼的气氛有够好。这对新人敢若6岁，而且无讲你唔知因是双生仔，这到底是什么情形？ที่บ้านเนี่ยก็คือเป็นทั้งลูกชายและก็ลูกสาวเรา2คนก็เลย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ว่าเขาน่าจะมีสัญญาใจอะไรในชาติปางก่อนเราก็เลย。原来伫泰国的风俗，古早人相信一个查甫一个查某的双生仔，顶4人是一对互相意爱的男女，因为缘分了袂尽，才会伫后4人斗阵投胎，所以家长会互双生仔结婚，才袂有歹代志来发生。甲当这个风俗伫泰国的一寡所在，还阁有。这个婚礼伫万国附近办，有真热烈的游街活动，家长嘛开真侪钱，办多请人客，办甲真请赢，而且伫礼数嘛袂当凊彩，大哥要娶小妹，爱先有20万的泰国钱聘金，甲价值4万泰国钱的黄金，差不多大票22万。不过大家嘛唔免烦恼有近亲通婚的顾虑，因为这是风俗尔，无法律上的作用，所以因大汉了后，也是会使找别人嫁娶。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提醒普通时有关系年头问的人，即卖还阁有上新的事件，会当来试看卖。外国建筑师当时行甲过去电子铁塔米的图粘伫咧头壳的顶面，袂亲像过去干那一色尔尔，即卖变做5花10色，还阁有各种的图，看起来就特别显目。你敢会感觉年头毛干那深的甲浅的糖蒜伤无聊？即卖阁有新的出头糖饼。即卖会使讲，你头毛的出头毛800款，而且理出来形甲色水，保证全世界敢若你一个。Thing to keep in mind is the planes of the head. So where you're going to place is going to have a lot to do with the outcome of it.
国外最近真流行像素化耳头毛，上基本的想法是模仿以早电子游戏的图，而且把这个图变大了，就会变做5花10色角架的模样。耳头毛的时阵，用一块一块色理伫头面顶，色水层层塌塌，就变做上新型的像素化耳头毛。So if you just go through before you even start putting the color on and find everything and just get it isolated out, you're like what? 因为图有经过电脑的处理，角架色水的排法会使有万百种的变化，染出来的头毛甲色水全世界嘛找无第二个甲你同款的，真正是非常特别。像素化耳头毛是真艺术嘛，真科技，平常时看袂出来有啥物图，毋过甲头毛掰开，就会出现无共款的物件。耳头毛会使染一个皮卡丘，也是一个网家人物，真正是足厉害的。若是讲你真介这种趣味耳头毛的物件，会当找一个时间来体验一下。保你家己努力，大家拢会一直甲你紧紧看。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要招大家做伙来体验，这是新竹内湾的游乐溪溪仔边，因为这个所在气候真适合，土嘛有够营养，发真侪低工艺花出来。勤俭的客人伫咧无闲种田的时，就会挽田边的低工艺花来做花粽，方便做田的时阵会当食。因为这个粽会当片到花的清芳，人叫红五子啊，会周素娥，伊就照老母传落来手路功夫，照起工来做传统的花粽，嘛保留传统客人拼死的精神。游乐溪边啊，青冷冷的田内底有白白的花，一蕊一蕊有够水。这都是新竹内湾的春花、蝶仔花，人拢叫五子牙的周素娥和后生，每天透早5点，拢会穿遐讲去蝶仔花田挂蝶仔花，拢是为着要做好食的蝶仔花粽，粒粒粒的滋味饭，搁有花芳、香菇夹肉和炒甲芳芳脆脆的菜脯。这粒好食的蝶仔花粽是母仔囝照周素娥的妈妈传落来的手艺，每一个动作拢无伫凊彩。蒸饭的时候，老人家教我们的技巧，这个饭要怎么摆，它才会真的好吃。因为你不能把它摆得全满，这样子它的 Q 度会不一样。每一步拢照规矩来，用在地香菇、菜脯下米，搁有家己煸的猪油和油葱酥来炒，炒到入味，才会甲食材放入来，拉拉拌拌的，搁会加蝶仔花粉，唔通掺味素五香。我们把姜粉跟花粉 mix 在一起，当做我们天然的调味料。包好的肉粽吹好烧，火的香味嘛走出来，不会太甜，然后不会很油腻 ，Q 度有。为着要把这个古早味继续传落去，爸爸耕田的时间是用两年了，妈妈是用两野姜花的包装的啊，包装的本来都，农夫啊供颜色啊，哎呀，做点心。蝶仔花朴实雅气，阁袂野芳，只要有土有水就会当活，就亲像客人勤俭食苦的精神。这间传3代的70年老店，就是上大的证明。记者综合报道。插播拄才收到上新的消息，交通部民航局正式宣布，新正年要加开飞行机的航班，时间是民国108年新历的1月22号到2月19号。飞行机加开航班总量未限制，敢若针对到中国大陆5个生理较好、较无用的机场有限制，也就是有上海、浦东拢总168航班，啊，若是北京10航班，杭州的部分咱看到是这个43班，啊，若广州12班，深圳23班。拢总是256班的航班，其他的机场都无限制。咱台湾航空公司进一步讲，一个较少市、较生意较好的这个所在航点，拢已经互人订超过9成，嘛已经甲民航局提出申请，假使若是会当过，就会开始卖啊。搁再来关心，这是国立阳明大学昨昏早起时开校务会议，已经确定无要和清华大学合作，要甲国立交通大学相合。前一天学生公投的结果嘛已经通过，上届主要的关键就是交通大学主动提出讲相合了后，学校的名要号做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毋那是保留原来学校的名。另外，阳明大学学生嘛有真侪人学了，经过17天，总算已经会当确定。阳明大学讲要甲别间学校合并，清大、交大拢想要来抢，尾也是交大合并成功。两间学校合并了后，校名要安怎定较好咧？校名还可以留着，交大还比较有诚意，还是会保留我们阳明大学。我没有很在意名字啊，我是还好。交大的成功上主要嘛是因为讲因主动提出合并了会使叫做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因为真有诚意，才互阳明大学答应。
就算讲即摆学校的名还未决定，毋过嘛有网友军声笑讲会使改做明通台，英语拄好是 KMT， 两间学校合并，学生的看法拢无同。我还蛮支持并校的，因为我们阳明的经费有点不足。不太想并校啊，因为就是还是有自己的学校，就是有自己的骄傲。来看卖阳明高台并校案，经过17年的时间，2001年两间学校签合并意愿书，毋过2005年高台校内投票无通过，经过10年了后，高台新校长就任了后，才阁开始。所以2016年的时阵，阳明大学学生质疑学校家己做决定，怎放弃，一直到今年总算是决定合并。其实当初是阳明大学嘛真丢度讲，到底要建高台还是清大？26号校务会议投票，结果高台57票，清大31票。前一天学生公投，高台嘛占了56%。毋过说落来合并，阁有真侪代志拢爱参详。时程我们是没有确定，但是可以预估，在未来这1年，大家都会非常的忙碌。两个大学合起来以后，只要我们要往未来走的话，就是要往数位的医学。两边拢真期待合并学校，毋过其他相关的问题，包括讲学校的定位，甲课程要安怎安排，嘛是一个考验。记者综合报道。金梦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查大家欣赏耶诞节虽然已经过啊，欧洲、美国各地同款有真闹热过节的气氛。像讲意大利骹球名称爆棚，一般耶诞老阿公送互球迷一个大礼。新闻上要查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O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